即摆大家愈来愈有养生的概念，所以拢会啉豆奶来补充着蛋白质。但是都爱敬白主，无是会啉着伤济糖分哦。当时基金会调查市面上715件豆奶的饮料，有的豆奶只要啉2罐，就超过咱一日糖类摄取的上限，甚至有的豆奶的产品蛋白质的含量伤低，根本就无够营养。 啉豆奶想要补充蛋白质，我爱小心啉唔对去，会啉一大堆糖类。当时基金会调查这豆制饮品715件，含糖量前3名，鸡卵豆奶每一罐添加糖27.5公克，还佫有鸡卵味的豆奶、土豆的豆奶，啉2罐可能就超过每工糖的摄取量50公克。 像是可能会有免疫力低下，或者是血糖不稳定、肥胖、糖尿病，然后皮肤老化、青春痘、蛀牙，然后或者是说也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。另外，还佫有2种红茶豆奶甲乌马豆奶，果内面的蛋白质无够2%。根据国家标准，大豆加工处理做成，而且包装做年装的饮料，粗蛋白含量2.6%以上，叫做豆奶；另外酒含50%以上的豆奶，内面含有这个调味，亲像是草口味等等，蛋白质较低，粗蛋白2%以上是调制豆奶。希望政府就是可以明定。 让厂商把它是否是调制的一个豆浆、豆乳标示在产品的包装上。另外，我们也希望不要开放微甜这样子的一个标示在包装上面。提醒民众要啉健康的豆奶，目睭一定要瞪大蕊，看清楚饮品顶面的标示。